有4大理念，所有支持韩国瑜的海内外的朋友，要拜托大家听清楚。一旦这4大理念我们丧失掉，我们没有资格从事政治活动，更没有资格参选总统。第一个理念是一定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，全力捍卫中华民国，好不好？好。1911年，孙中山先生创建了中华民国，海外5000万华侨认同孙中山，中国大陆14亿同胞认同孙中山，台澎金马2300万的同胞认同孙中山。各位，我们手上这一面国旗，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对。蔡英文执政3年，从来拒绝说中华民国总统，心不甘情不愿，一定要加一个台湾。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哪有自己总统这么不爱自己国家的？所以我们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，我们一定要坚定捍卫我们的国家。2020年是中华民国生死保卫战。所有在现场40岁以上的好朋友，我们历经了人生的风霜，我们走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，我们成家立业靠着双手打拼，看尽了人生百态。我们很清楚，2020年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选举，让无能无德的蔡英文民进党继续再执政4年，台湾退一步，即无死所；中华民国再退一步，就有可能亡国啊！我们全力捍卫中华民国，好不好？好，捍卫中华民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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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们第2个信念，请大家谨记在心，我们一定要热爱中华文化。民进党执政这3年半，开始从教科书的课纲动手，斩断中华文化，把中国历史推到外国历史。过几天中秋节，大家要在家里烤肉吃月饼，看着月亮。麻烦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抬头看一下，问一下嫦娥，请问你支持台独吗？不支持。麻烦大家到庙里拜关公妈祖的时候，一定要问一下关公妈祖，请问你赞成斩断中华文化，支持台独吗？不支持。我们是疯了吗？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是我们生命的根。在台湾，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洋文明，日本为首的东洋文明，以及整个中华文化，在整个台湾2300万人，大家都在吸这些养分，让我们成长。最重要，我们的根，儒家、释家、道家、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，陪着我们成长，灌溉着我们，孕育我们的思想，教化我们的行为。我们要把它斩断吗？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，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民进党把中华文化斩断，我们要热爱中华文化，好不好？好，热爱中华文化。好。第3，支持韩国瑜的所有的好朋友，请你一定要坚持自由民主，这是我们的价值。我们在台澎金马，在中华民国，我们自由的空气，民主的空气，我们食衣住行娱乐，全部都孕育在自由民主的空气之下，这是我们最高价值。我看柯文哲问蔡英文什么叫台湾价值，讲了高来高去，其实一句话就讲完，自由民主就是我们最高最高的台湾价值。但是香港反送中，看到香港人在流血，结果民进党的蔡英文选举，香港人流血，蔡英文在补血。
哪有这个样子？一个执政党，立法院过半，3年半执政完了，你也想要连任，你要拿出成绩单，告诉民众，请继续投你一票。拿不出成绩单，内政一塌糊涂，经济一塌糊涂，教育一塌糊涂，外交一筹莫展，两岸关系紧张对峙，拿不出成绩单。要靠香港反送中，借着虚幻的维护台湾主权来增加自己选票吗？我们坚持自由民主是发自我们的内心，保护台湾主权，热爱中华民国是发自我们的内心。我们怎么能够靠香港在流血来增加自己的选票呢？所以他们说今日香港，明日台湾，完全是胡说八道。他们在趁着香港，在那里幸灾乐祸。韩国瑜的立场非常清楚，我们期待香港政府倾听民意，我们坚定支持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，我们希望香港社会赶快稳定，我们希望700万的香港人生活安和乐利。我们讲的立场非常的清楚，怎么能够幸灾乐祸呢？所以坚定自由民主是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，不变的信念。第4，也是绝对不能忘记的价值，莫忘世上苦人多。我当高雄市长非常的忙，我请我太太嘉芬姐，你去把高雄的弱势团体、农民、渔民去跑一下，不跑不知道，一跑吓一跳。高雄270万人口，278万人口，有14万身心障碍者，有3万9千人重度障碍者，有毒宝宝，妈妈吸毒到监狱去关生下的孩子，有咖啡宝宝，有一些外劳生的孩子要回家他不敢养，丢下来，有自闭症，一大堆，跑到农民。农民抱着嘉芬姐在哭泣，东西卖不出去。现在一大堆农民、渔民、劳工怎么过日子？大家知道吗？在借钱过日子。如果我们从事政治活动，上到总统，下到里长，我们忘记了选民的托付，我们眼前有2条路：一个为自己作威作福，一个为人民做牛做马。我们要作威作福，还是做牛做马？这在政治人物的一念之间。一个政府不管怎么努力，没有办好教育，培养下一代，没有照顾弱势，关怀每一个基层，这个政府是应该下台的，对不对？对。2020下架民进党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兄弟姐妹，跟着我一起呼喊：认同韩国瑜，请你支持我们这4大理念。